肺癌是咱国人十大癌症的头名，其中是以肺腺癌发生率上悬，上侪是因为 EGFR 基因突变造成的。伊家甲朋友团体早起就呼吁健保署应该开放给付这款会当对付这款癌症的标靶药物。有一个60多岁姓李的妇人人，无食薰，厝内嘛无肺癌的病史。今年6月有一天煞雄雄昏去，唔知人。送病院检查才发现讲是肺腺癌转移去脑的，而且次世代基因定序检测是罕见突变的基因 exon 20。目前健保敢若有化疗的药会当使用，每一个月自费都要6万多，用对应的标靶药物治疗要半年，伊肺部跟脑的瘤拢有明显缩小。所以你看，我到现在我都还没有问我医师说我什么第几期，从来不问。对，就是要自己要勇敢坚强。医师表示，肺癌是咱国民众10大癌症排头名的，每一年新增加的个案差不多12000人，其中佫以肺腺癌发生的比率上悬。上接看的就是表皮生长因子受体基因突变，简称做 EGFR 所致。不过，伫 EGFR 系列内底 ，exon 19甲 exon 21突变的患者，会当使用的标靶药啊，健保拢有给付。不过，独 exon 20突变的，全台湾差不多500个患者。目前健保敢若有化疗的药会当使用，伊家希望唔通共病无共命，希望甲对应标靶药嘛纳入健保。因为它的结构的问题，它让我们本来的标靶药，就没办法去做很好的结合，很好的控制这个癌细胞，所以它就需要另外一个结构的方式来做治疗。经过专家会议讨论，我们目前跟厂商进行议价协商程序。后续的话，我们会提供你会议讨论。医师指出，即马癌症走向精准治疗的时代，使用标靶药会当帮助末期肺癌的患者对抗疾病会当更较有效果。也若健保署回应讲，目前正咧甲厂商讲介绍，后续会交予药物供给会议来讨论，敢是要纳入健保。记者综合报道。